我是来自台湾的 NGO 团体，我是这次的领队何仲勋。对，我是第一次来到达兰萨拉。我这次是因为我在2005年的时候开始关心吐蕃人的议题。那在2020年的时候我写了第一个书法作品就是描述165位吐蕃特人自焚的作品。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我在完成了166位吐蕃特人的自焚的作品。那完成之后，我觉得应该把这个作品献给尊者，所以我就是特别跟我的好朋友，都是 NGO 的朋友，特别这次来达兰萨拉拜见尊者，把这2件作品送给尊者。然后在过程当中很激动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些英烈这些吐蕃特的英烈呢，一直跟我在我旁边长相左右，所以他们跟着我一起来看到尊者因为这些人从来大部分人都没有见过尊者本人。那透过这个作品呢，能够让尊者给予祝福，我觉得是非常意义的，内心非常激动。当然，我们在台湾有非常多尊者的支持者、信仰者，在华人世界是非常大的，大家都能够希望尊者有机会来到台湾。那当然我这次来跟尊者没有机会聊天，但是我们当然希望透过这次的拜访，尊者如果能够有机会来台湾，那真是台湾非常大的一个幸福跟福报。这次连同我们有6个来自不同台湾来自不同的团体的 NGO， 那么有关心妇女的，有关心环保的，有关心动物保护的，那都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们是很低调的过来。那来到这边，除了跟尊者见面之外，我们也跟很多我们吐蕃的 NGO 朋友做交流。像我们昨天就跟吐蕃青年还有一些妇女会，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拜会，能够让双边的以后的交流，民间的交流能够更频繁、更多元、更扩大。